记得就是当时有于炯这样一个人嘛，他当时是作为那个勘探队的先锋队去出发，就是对那个昌都到拉萨那一沿线的那个路况进行一个提前的一个勘探。当时的话，他是带了这样一个队伍去徒步前进。当时那个条件下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仪器啊之类的，能够帮助他们去做到一个勘探。最后历时1年之久，然后到那个昌都司令部去见到那个陈明义同志。那我那个时候就是零几年的时候坐那个车，我都坐了很久，很不敢想象他们是怎么徒步去赤手赤脚的就去爬上去，然后翻过那个雪山的。让我感到印象最深的就是青藏公路之父穆生中在他的铁锹上写下了穆生中之墓这5个字，并说到路修到哪里就把它埋到哪里，而且他的头一定要朝着拉萨的方向。从他的这些话语和行动中，我能非常深切地感受到他们想要用生命来铺筑这条天路的这个决心和我们的今天的两路精神。冉明德先生，然后他创建的重庆交通大学，当时因为人才设备这种紧缺，都是让这项工程其实很难进行嘛，所以说他创建这个学校，为当时是输送了很多的人才和设备，所以值得我们去学习。怒江大桥来往的车辆进行鸣笛，就表达对这些开山凿山的战士们的一些敬佩之情，以一条条战士的生命去铺出了这条路，最大的感受还是震撼和敬佩。穆生中将军，他在修建青藏公路的过程中，凭借着军人在野外作战的这种经验和他自己的这种坚定的信念，然后经过重重困难，最终成功的将公路修到了可可西里。张富林等筑路英雄在修建这个川藏公路的过程中，也是用自己的青春、热血还有生命筑路，最终成功将公路修到了雪域高原。筑路英雄张福林，1951年雀儿山下，他被一个石头给砸中了，然后倒在血泊当中。当时他对他的战友说的那句，他说：“不要管我，快把公路修到拉萨去。”然后他说的这句话就非常打动我，敬佩他们能够把这样一条公路修建完成。在他的身上体现出来的就是我们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的一个精神，也让我想到他们这种修路的人，就是像我们以前说的那个愚公移山一样，他们就是我们当代的愚公，也就是让我非常的感动。